继续关心台中有立委的参选人举办剧团的活动，向公家单位申请场地，搁请市长来拍广告宣传，这是引起竞争对手的不满。伊的竞争对手搁批评讲，活动搁设计大纸搭伫国校学生囡仔的联络簿顶头，也若参选的旗仔嘛出现伫国校的运动会，批评台中市政府行政无中立。这场活动是由罗廷伟议员策划主办。台中市第6选区的立委参选人罗定伟，初日暗时伫市民广场办剧团演出的活动，共党籍的市长罗秀燕迄面嘛去伫舞台发言，事前搁含参选人做伙翕影片宣传。大家好，我是燕子市长卢秀燕。有不少学生的家长是出面指控讲，伫家庭联络簿竟然出现这个活动的宣传大纸，至少有3间学校有这种状况。这个政治入侵到学校，市府的行政无中立。这个参选人的旗仔嘛，伫一间国小的运动会出现，互伊的对手是真不满。我小朋友的联络簿上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纸风车剧团的一个活动的贴纸，张贴在家庭联络簿上。这个候选人他的大头照占据了整个舞台的一侧。所以，我大胆怀疑，台中市政府行政不中立。那甚至市长也还陪他拍了宣传影带。那这种东西这么明显了，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老师们在不知情，或者是甚至知情下也不得不帮忙贴呢？难道候选人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宣传吗？罗定伟是颠倒指控讲，进前11月中，对手嘛请共款这个剧团伫福田水资源中心办活动，伫演盘舞台拢有甲伊的名和相片藏起哩，这个伊根本就是相当标准。江兆国在自己的舞台也具名了自己的名字，也放上了自己的人像。为什么福田水资源公家单位的场地，你却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绿能你不能。学校平时会在不违反行政中立的情况下，提供一些活动讯息告知家长和学生。贴纸上并没有特定候选人的讯息或文字，并未涉及违反行政中立。台中市政府强调讲，剧团的活动，市府不是主办、协办，而是指导单位，嘛唔捌公告请各学校来宣传，单纯是学校主动通知学生和家长，而且大早无特定参选人的信息和文字，无违反行政中立。不过教育局对大早的来源并无说明，学校嘛方要求讲袂当对外来发言。另外，参选人的旗仔是安怎会出现伫学校内面？教育局讲，学校发现的时阵有抗议，会阁要求学校加强管控。记者综合报道。